由財團法人客家組織獎發行這本客家頂白帶意識、歷史甲着傳承這本新冊，上午由着組織獎董事長王文忠，甲着中央研究院的院士李豐茂甲團隊共同來發表。現場出席的包括文化部文化資產局以及市府文資處龍道場。董事長王文忠嘛特別感謝院士團隊的研究編寫，和國家認定的重要無形文化資產會用的永續來流傳。本書咧是咱由咱真榮幸，咱大家工作是為現役特別來由着咱中央研究院咱的李豐茂院士來做主編帶領着咱洪英發老師洪平洪老師、吳明勳老師王乃正等團隊來進行來研究編輯分別就是就白帶歷史、儀式、各有頂頭各有文化資產的傳承來進行書寫。希望透過這個出版、這個傳遞咱會當互咱的民俗作為咱鄉土的教材、鄉土的教材，然後吸引咱的民眾、信眾會當登記來參與。理解冊主編李豐茂院士嘛表示，團隊對2019年開始研究累積，除了見證用定國家文化資產的應用，甲着後續擬定無形文化資產的保存等，嘛將文化資產的傳承甲着相關的規劃放入去冊內，希望會用個世代相傳。就袂當這個傳統祭典，這個傳統的禮俗，都是因為親像這種老橡皮、新橡皮，世代相傳，迄毋是咱的工課爾，迄叫做咱的責任。在座每一個人攏有咱的社會責任、文化責任。這個責任就是講，這個上白帶大咱手的，咱就記錄起來。咱以前老大人想要用文字記載，嘛無容易。但是即擺少年的，即擺這新時代用這種文字、用圖像、用這個做這水的一本書來記錄。所以你有這本書，但是講當然，甲你先人講，你法度交代。客家組織獎表示，這本冊未來將提供客家13個莊，甲着各機關學校、重要的機構、圖書館等單位來參考。加上這個拜六25號，廟方將舉辦頂白帶祭典，歡迎民眾會用透過這本冊現場來觀察，進一步了解歷史民俗的意義。台南新聞林根採訪報道。